咁 D.D 你講係啦，就係但係而家嗰個你帶住 D.D 護照過咗期，或者係申請庇護，咁你D.D 公卡嚟噶嘛？咁你嗰個非法入境者，佢哋入到嚟，佢哋都可以申請公卡噶喎。你記住，非法入境者好似嗰啲走線嗰啲人入嚟，佢一樣會佢申請公卡。咁如果好似香港人，佢係透過嗰個海關係咪入境嚟申請公卡，但係佢攞啲公卡係一樣嘅喎。所以 ICE 佢點樣去分別咧？如果佢哋係嗱，當然當佢拘捕嘅時候，佢如果嗰啲非法入境都係有個公卡嘅時候，佢就冇可能喺現場嚟到去知道分辨邊啲係偷渡嘅，邊啲係非法入境嘅，邊啲係攞住即係呢啲嘅DED 或者係 asylum 嗰個公卡，佢哋冇辦法嘅時候，佢哋一定要拉即係。一唔係叫拉啦，即係 detain 佢去一個 detainer centre 嚟到去，然後先可以處理搜查佢哋嘅資料咯。咁所以就算嗱我相信我聽到亦都有部分有啲人係被拘留咗，然之後送入去啲拘留中心之後，但係如果佢查過佢嘅資料係唔係之前非法入境，又或者佢唔係有案底。嗱喺佢哋手上，佢應該有一啲資料，至少係呢班某些人係有過往嘅一啲嘅犯罪記錄嘅話，咁佢就會從著佢個本身嚟到去睇下佢個背景，因為佢喺現場即係喺街嗰度，如果係被拘留嘅時候，佢當然唔會即場去知道你嘅背景啦。咁所以佢一定通常會帶翻去拘留中心，然之後佢可以 check 佢嘅 data， 佢嘅 system 裏邊究竟呢個人嘅背景係啲乜嘢。咁變咗，如果佢嘅背景係，譬如好似香港，根據 DED 嘅時候，佢通常咧係唔會遣返翻，因為佢哋首先 DED 本身唔係一啲偷渡嘅人士咯，除非佢係都係經過走線啊，或者係經過墨西哥嘅入境，咁就另外再睇下究竟佢嘅背景係點樣咯。所以有啲麻煩嘅，就算佢呢個公卡咧，佢冇寫住香港嘛，佢都寫住中國㗎嚇，所以呢個都係要，就算香港人咧攞個公卡出去咧都麻煩嘅，就我自己覺得。同埋你覺得如果你冇辦法嘅，因為現在嗰個情況，你唔係因為現在Trump想嚴正執法，你就要去即係埋怨佢，現在佢想矯正佢之前嗰種嘅漏洞或者嗰種荒謬。咁如果我哋當然希望就係話嗰個處理，如果有嗰個修改嘅時候，香港人可能會有機會，但問題喺短期內，至少我睇唔到喺最近呢一年裏邊會有啲咩新嘅政策咯。最快都因為今年嘅嗰個我哋有 fiscal year 每一個年度，咁今年9月最快都會9月之後，如果有啲咩新嘅進展。咁所以我哋係唔知道究竟佢哋會唔會再處理 extend 又好，或者係點樣去矯正呢個 DED 嘅問題。但係我要大家都要明白，當有2000萬係咪2000萬 20 million 就係2000萬啦嚇，2000萬咧，以前係啊，20個百萬係幾多萬？20個百萬，即係入咗咁多呢一啲人，一定要，但佢當然針對嘅係佢嗰啲嘅有案底嘅人，或者係犯罪嘅，或者係啲 gangster 嗰類人，佢會比較注重嗰類。但係喺執行嘅過程當中，當然如果係你喺嗰個喺 at the wrong time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喺嗰個不幸嘅時間出現嘅時候，你被拉，咁你就要即係同佢哋解釋咯，好好咁解釋就係 I'm from Hong Kong，I'm here for DED or I'm in asylum。So即係佢哋會睇，佢會一定會 check 到嗰個資料，嗰個喺佢嘅 data 裏邊揾到。咁好多時，當然就係話，如果你一旦遇到咁嘅情況，你要通知你嘅律師啦，等你律師同當有關嗰個 contact 嚟到去聯繫，點樣去將你即係保釋又好，點樣可以走翻出嚟。因為每一個申請嘅人都應該即係知道佢個律師嘅電話，臨時有啲咩嘅時候可以同佢聯繫得到咯嚇。咁如果係遇到 ICE 嘅時候咧，就有啲人講 ICE 問你咩嘢都冇講喎，咁佢就唔會拉你，就放你走咧。定係遇到 ICE 查嘅時候咧，你又俾佢證件，俾佢解釋咧，究竟邊一樣嘢係啱咧？
嗱，唔好搞錯，就係話啊，佢問你問題你唔講，即係佢唔係因為你而家佢唔係喺度，佢問你問題你唔講嘅時候，佢更加可以即係拘留你先，因為當佢問你問題，你連最基本嘅資料都唔俾佢，佢冇理由即係會覺得，因為佢問嘅係因為佢有所懷疑。如果你唔答佢，咁佢更加就會將你即係拘留咗先，然後先去 clarify 你嘅背景啊，你嘅資料啦。如果你唔係好似一般嘅罪案，而家detective 啊啲偵探嚟到去查問你嘅時候，你乜嘢都唔好講，以免去提供一啲嘅犯罪嘅或者係嗰啲嘅 statement 俾佢。當喺一個地方，當然你見到如果有啲特殊嘅情況，你當然盡量嘅避免去啲，即係盡量盡量盡快離開嗰個地方啦。如果唔可以嘅時候，如果係佢喺譬如話喺 Home Depot 啊，或者係咩地方捉拿嗰啲無證件嘅人嘅時候，你又啱啱喺嗰度嘅時候，你係要即係好好咁同佢解釋就係如果你身上冇帶你資料嘅時候，你就話俾佢聽，我可唔可以提交一啲資料，或者可唔可以打電話，或者我可唔可以即係去即係再補交資料俾你。但係如果佢要將你拘留嘅時候，你仍然可以有機會可以去通知你嘅律師又好，將你嘅資料通知屋企人又好，即係你手上唔單止係應該有個 copy 喺呢個電話裏邊，你應該 make 個 copies of 你 document。咁變咗你可以 show 出嚟，因為電話係比較方便啊。你有你嘅資料就放喺裏邊，你可以隨便 show 俾佢睇。啊，呢個就係我嘅EAD 卡，呢個我工卡，呢個係我嘅即係其他嘅證件。即係你要有呢啲咁樣在手咯，係用你嘅電話俾即係影張相喺儲存喺個電話度喎。你將佢影喺呢個電話裏邊，咁變咗你隨時可以帶喺身上。因為我相信而家99.9%嘅人都係有電話噶嘛，咁你應該係可以將呢啲資料儲存喺呢個電話裏邊，需要嘅時候你就可以提供啊嘛。哦，所以如果遇到 IC 嘅時候咧，首先同佢即係我解釋，我要個駕照，咁啊要駕照就要工卡噶啦，然後我電話入邊整個社安號又有，跟住如果我哋有申請庇護嘅，或者我哋有啲咩嘅，你話俾佢睇。跟住護照咧，咁其實有時我哋人又話你要攞個護照喎，護照可以證明你係經過合法嘅途徑入嚟嘅喎，但係個護照可能而家過咗期喎，咁要點咧？喂，你可以嗱，如果你當初係用旅遊簽證，你咪拍你旅遊簽證個簽證嗰個面咯。當然你個護照，你護照過期嘅話，但係你個簽證你至少可以 show 到佢睇，你係合法入境嘅。簽證都會過期嘅喎，嗰個好似美國嘅簽證冇問題，但係佢證明嘅係你唔係非法入境。呢個係最緊要，就係話你係循住一個正確嘅途徑入境嘅，唔係偷渡入嚟嘅。咁所以個 visa page。所以呢個疑慮大家就明白咗啦。如果遇到嘅時候咧，自己就攞齊啲證件，咁就唔好你要拍低呢啲證件嘅，然之後你可以 show 俾嗰啲嘅 ICE 嘅或者 any law enforcement 話俾佢聽，呢個係我嘅證明咯。即係如果你唔想帶住一啲證個 original document 喺手嘅話，你就要拍低。keep 你個 record，OK？所以就大家明㗎啦。所以面對 IC 嘅時候咧，香港人係唔使驚嘅。不過有一個咧，我之前要同你講過嘅，好似德州咧有一啲邊境嘅城市啊嘛。咁你出去係冇問題嘅喎，翻到嚟咧佢要一個好似邊境站咁樣嘅，每一架車經過咧，佢就要停低喺度啊問一問你係咪公民啦，係咪乜乜乜咁樣嘅喎。我都要佢係離開去墨西哥定係？佢咧就唔係墨西哥，靠近墨西哥嗰啲邊境嘅城市，好似麥卡倫啦，好似 El Paso 嗰啲咧，去咧就冇問題嘅。翻到嚟入嚟德州咧，入嚟個咧佢就要個邊境。咁有啲人就幾驚嗰度咧，就俾嗰啲邊境啲人檢查。嗰啲檢查嗰啲，我應該唔係 IC， 我估嗰啲係檢查嚟嘅。但係嗰度咧，佢有啲擔心。其實因為有一啲人咧，都係因為喺嗰度俾拉咗。所以都話啊，我哋呢啲人咧最好都冇去喎，冇去啲邊境城市。其實有冇咁驚咧？嗱，其實喺靠近邊境嘅地區咧，因為係有啲係嗰個地區係其實係喺嗰個墨西哥同埋德州或者係美國嘅邊界中間嘅。咁所以現在嚟講，佢當然係會比較嚴謹嚟到去檢查究竟出入呢啲邊境嘅區地，即係
市鎮啊，或者係嗰啲 district 嗰啲嘅地區，究竟嗰啲人係咩人？咁所以出境當然冇人會追查，但係你入境當然美國係而家係會佢係會嚴謹嘅，因為第一通常係嗰啲住喺當地嘅居民，你先可以出入，而佢哋有相對嘅嗰個嘅認知啦。因為但係如果你係陌生人，突然間走到去啲邊境地區嘅話，佢當然係會查問，就係因為佢唔知道你嘅身份係點樣。佢亦都有啲喺個邊界嘅地區，其實係隔住一半係墨西哥境，另一半就係美國境。咁所以喺嗰啲嘅區域係一定而家係會有人比較嚴，即係比較 strictly 嚟到去 enforce 嗰個嘅入嚟美國嗰啲嘅人士，因為佢會知道邊啲係當地嘅居民，因為呢啲市鎮係好少人喺嗰度住噶嘛。咁如果佢哋知嘅就係你係一個即係外來者，佢一定會睇到就係你唔係當地嘅居民咯。所以如果你係冇需要嘅，咁當然唔應該去呢啲咁嘅地區啦，因為你唔係個當地居民，你嘅出現係會令到人會睇到就係你係外來人，咁佢當然會引起疑問咯。係啦，哎呀，張老師都解答咗我哋嘅疑問啦。其實佢一開始都講咗啲背景，嗰個背景咧亦都可以解釋話特朗普點解要即係驅咗一啲非法入境者啦。不過有一點喎，而家有一個即係如果個輿論咧有個爭議啦，覺得特朗普係反移民嘅喎，特朗普係唔會對移民好喎，同埋佢曾經你知佢喺移民政策上邊一係咧就填咗幾十個國家嗰啲小國家嘅簽證入嚟啦。第一下，第二咧佢一陣間嗰個庇護嗰條路咧，佢又填咗，跟住你攞卡嘅批准咗嘅，就填咗，要一一去篩選。咁好似而家有一個新嘅政策，佢要話有限度開始嘅庇護嘅申請啦。所以而家點樣睇特朗普喺呢個移民政策上邊呢啲政策咧？即係我哋即係香港人也好，其他國家人也好，佢哋都成日喺度啦。哇！我哋唔係非法移民喎，我哋通過正常嘅途徑入到嚟喎，但係我哋就受到牽連啦，受到影響啦。咁嘅呢個你點樣睇咧？特朗普嘅移民政策嗱，第一就係即係 Trump 佢唔係反移民，佢係反非法所謂嘅非法入境或者以往叫做非法移民。而且就係其實好明顯咧，現在即係點解民主黨或者係即係 woke 左派人士啦，我叫做點解佢哋會喺過往佢哋會容許一啲非法嘅人入嚟，就係因為對於佢嚟講係一大堆嘅票倉，可以千秋萬世令你嚟到去投票俾民主黨或者係佢哋支持嘅人，因為共和黨又好我哋所講嘅 conservative 啊，或者 American First 嘅選民又好，美國人都好。我哋都認為就係如果你入嚟美國，所謂嘅移民，你一定係覺得呢個地方你想嚟度居住，你先至會移居嚟呢個地方，冇人強迫你入嚟美國。但係好大部分嘅一啲嘅特別嘅係伊斯蘭又好，呢啲國家咧，佢哋同美國嗰個美國精神、美國個即係嗰個根基嘅信念，係完全係違背嘅，因為伊斯蘭本身就係佢嘅其實恐怖嘅地方就係佢唔單止係反猶太人，佢係要反西方，佢哋要摧毀呢一個西方嗰種嘅文明啊，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只要摧毀西方嘅文明，佢哋可以統一世界，而佢哋針對嘅一定係第一就係猶太人。第二就係基督徒，而基督徒喺美國係即係個根基嘅精神就係建立喺基督教嘅精神裏邊。咁所以即係呢一對大部分過往呢啲好多嘅人，無論係南美又好，或者係中東嘅人士都好，佢哋都冇嗰個心態，我嚟美國係要即係容納美國嗰個社區。接受美國嗰個制度，佢哋嚟嘅目的
係要將佢即係將佢 overcome 變成佢可以將美國個原先嗰個根基度摧毀。點解佢又咁樣做咧？就係因為佢知道西方嘅文明同佢嘅信仰、佢嘅信念伊斯蘭係相違背，因為基督嘅精神同伊斯蘭其實唔單止係一種政治嘅鬥爭，亦都係一種嘅宗教嘅鬥爭。嗱，伊斯蘭係唔會去反佛教啊，或者係印度教啊 ，OK， 因為佢哋係冇威脅佢哋，但係基督教個精神就係同伊斯蘭、穆斯林係排斥嘅。其他嘅宗教係唔會，就算天主教而家你諗下，連天主教嘅教宗都容納伊斯蘭，將佢哋 Rome 裏邊其中一個佢哋個教廷嘅裏邊有一個部分係特別嚟到批俾伊斯蘭信徒嚟到喺裏邊嚟到禱告祈禱。你諗下，即係佢哋所謂嘅大同統一，就係話啊，我哋每一個都係可以包容。用呢一個咁樣嘅字眼就係話，所以我哋唔應該排除。其實而家左派或者民主黨都係用呢啲咁樣嘅口號，我哋要包容，我哋要容納每一個人，要接受每一個人。所有人我哋都係應該要共融嘅，我哋唔應該排斥佢哋。但係基督徒係唔會接受呢一套，因為唔係因為我哋要去摧毀佢哋，而係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個信仰係嘅真實，我哋唔可以容許即係話假嘅嘢，我哋可以接受咯。因為我哋忠於嗰個真理嘅時候，你就冇可能要去認受一個虛假嘅一個嘅教派，同埋佢哋裏邊嗰種，其實個伊斯蘭裏邊嗰種嘅教義係，如果大家真係有時間去睇下，係非常邪惡嘅。唔單止佢女性受到絕對嘅壓迫，你諗下佢哋講嘅就話保護佢哋嘅伊斯蘭女婦女由頭遮到落腳，話就係去保護佢哋。但點解保護女性嘅時候，你唔覺得如果男士要侵害婦女，係因為佢哋嘅美色嘅時候，而唔去追討、譴責或者懲罰呢啲對女性侵犯嘅人，要去懲罰佢哋嘅話，就係要將婦女包住，等佢哋唔會去覺得需要受到男士嘅誘惑或者男士嘅侵犯，即係呢啲係即係根本係本末顛倒咯。而且佢對，如果大家即係睇到呢一樣嘢，就知道就係點解我開始即係要去拒絕大部分其實所有而家嘅國家停止佢哋嘅移民又好，停止佢哋嘅個簽證又好，就係因為佢哋大部分都係回教國家。你諗下，回教徒好多時佢哋講嘅民主，你去到而家喺歐洲，你又可以知道，佢哋用嘅方式就係用所謂嘅民主嘅制度嚟到去侵佔咗西方嘅精神嘅文明。第一，因為佢哋只要用人口增長，因為每一個兒童喺個伊斯蘭嘅家庭裏邊，佢哋係冇一個限制，佢哋人數眾多，佢哋生嘅細路仔好多，而且佢哋近親通婚，亦都可以話佢哋嘅可以娶好一個太太老婆，可以生無數嘅仔女。佢只要用足夠嘅人數，就用大多數變成咗大多數嘅居民嘅時候，佢就將人數嚟到去選票啊，佢就可以贏所有嘅本地嘅居民。你諗下今時今日好多，就算英國本土好多嘅地區，就係因為大量嘅伊斯蘭嘅人喺裏邊，當佢選票夠多嘅時候，佢就可以侵佔操控嗰個地區嘅政府。因為人數佢如果靠選票嘅時候，只要人多嘅話，佢哋就可以選贏。所以係非常，如果用一個選票或者大多數嘅方式嘅時候，今時今日只要佢人數夠多，佢就可以將所有嘅政府嚟到去壟斷。
你諗下，唔單止係佢哋嗰個生養眾多嗰個問題，而係佢哋因為你一出世，佢哋就要將佢哋屋企人控制喺裏邊，你一定係要成為隻伊斯蘭信徒，冇人可以離開伊斯蘭。如果一個家庭嘅成員離開佢哋嘅教義，佢就第一佢可以完全摧毀，第二最嚴重佢可以殺你 unalive， 因為佢覺你係冇人可以喺佢嘅教義裏邊係唔能夠俾你離開呢一個伊斯蘭教。你離開伊斯蘭教就係一個死刑。就好似如果講得清楚更加貼嘅，你即係如果香港人都知道就係話，如果你係知道大陸嗰個嘅共產黨員嗰個制度，你一日入咗黨係冇得離黨嘅，係冇離黨個機制。同樣係伊斯蘭信徒都係，你係唔可以話我今日唔再信伊斯蘭。你一旦信伊斯蘭教嘅話，就等於你嘅親人、你嘅社區，你就要斷絕咗關係。唔係你想斷絕關係，而係佢哋會將你斷隔開 ，cut you off totally， 甚至係會將你消滅。女嘅當然就係會石頭掟死。同性戀，我覺得今日好多時有啲嘅同性戀人士或者異性戀，唔係異性戀，即係嗰啲 queer 或者係 LGBT 嘅人，佢哋覺得佢支持伊斯蘭係一件好愚蠢嘅事。當佢哋攞到權嘅時候，佢好多同性戀人係會被掟落街，有碌頂掟你落街。只不過呢啲係冇報導嘅。所以唔好咁無知嚟到認為，我哋因為我哋自己都係移民，所以我哋就歡迎所有其他國家嘅入嚟想做移民嘅人。唔係咯，有啲嘅人嘅生活，佢哋嘅文化背景，佢哋宗教係同呢一個社區係唔能夠融合，而且佢哋係唔願意融入美國或者西方嘅社區嘅。佢哋唔容許西方嘅文明。因為佢哋一旦佢哋知道就係佢哋嘅教義一定係要係封閉嘅，先至可以控制佢哋嘅信徒。所有極權國家嘅所謂佢哋嘅領袖或者宗教嘅嗰個領導咧，佢哋係唔容許你嘅信徒嚟到去離開呢佢哋所控制嘅地區。所以大部分嘅極權國家都係唔容許宗教自由，唔容許言論自由。你冇任何嘢係唔受操縱嘅，因為咁樣佢先可以控制你嘅思想，令到你永遠成為佢哋個奴隸。所以為咩事 Trump 而家係話佢要拒絕嘅就係嗰班會入嚟將美國嘅傳統精神嚟到摧毀嘅呢一班人，因為佢哋入嚟個目的就係想 overcome 美國嗰個傳統嗰個基礎家庭嘅觀念。或者係嗰個宗教嘅信仰，點解你要入去嗱？冇人想去移居去中東嘅喎，有冇人想去移居去北韓啊？你入到嚟可以大鬧美國人、大鬧美國政府、大鬧美國總統，但你有冇人可以夠膽入去中東任何一個中東國家嚟到鬧佢哋嘅政客，或者係去傳導？或者係去講一啲反政府嘅言論，你隨時就馬上係被消失。所以唔好咁天真嘅認為就係反移民。我相信喺香港經歷過嗰個過去嗰幾年嘅嗰個洗禮，你已經知道就係要控制一個社區嘅人，佢首先要全部控制佢哋嘅教育。被洗腦，跟住就係亦都係要控制傳媒。你諗下，香港連唯一一個蘋果都冇埋，就係因為佢要控制所有嘅喉舌。然之後，當然就係由政府開始，佢就有權去隨時去禁聲所有嘅人。你一有反對聲音，佢就會你要被迫害。今時今日香港好明顯，只能夠講一啲無關痛癢嘅嘢。你只要有少少批評嘅話，你就會出現喺佢嘅監視嘅底下，你影響到佢嘅權力嘅時候，佢就會摧毀你、消滅你。
咁所以我希望即係香港人經歷過嗰個慘痛啦，雨傘運動之後就唔好咁認為就係我就要支持其他嘅申請，即係其他嘅移民或者係其他嘅入境者，唔係，即係佢哋嗰個心態、佢哋嘅文化、佢哋嗰個思想係唔同一啲嘅。我哋香港人好多時，就算我哋以往過去係紙醉金迷啦，以往係香港嘅人係唔會太過理會政治，但係當嗰個雨傘之後，警醒 wake up 咗咁多人嘅時候，就唔好諗住嚟到美國，你就忘記咗過往嗰個情況，就係你要認清楚嗰啲話俾你聽。我哋要容納其他嘅非移民，我哋要容納所有其他嘅宗教，唔係因為有啲宗教嘅邪惡就係話佢要摧毀嗰個制度、家庭同埋嗰個社區嘅秩序。張老師講得好詳細啦。不過你後尾提到香港人嘅時候，自己都可能有啲感觸啊。即係香港經過咗咁多個運動，爭取民主咁多年，最後俾中共秋後算賬啊！而家香港四散啦，而家去到一個冇力感嘅一個低谷啊！嚇，所以我想最後講一句咧，因為我曾經講，即係香港點解成為一個明珠咧？過往係個 pearl 喺亞洲，就因為佢唔係喺中國嘅喺中國嘅管治底下，佢有機會有200幾年喺英國嘅統治，所以佢就算係冇一個所謂嘅民主制度，但係至少香港過往係有言論自由，有宗教自由，呢個係英國嗰個制度帶俾香港人。所以當我咁講嘅時候，有一個所謂嘅教授就話我戀殖。我就非常之好，覺得呢個人唔淨係枉佢係一個教授，而佢竟然係啲基本嘅常識都冇。我哋冇錯，當英國人統治香港嘅時候，當然英國人有所謂嘅比較特權啦。咁佢嚟到統治，佢有過往呢個特權，但係佢帶俾香港人最少嗰個文明，同埋令到香港成為中國以外。你諗下咁多年，香港曾經輝煌過，大家熱愛呢個地方，佢擁有嗰個自由同埋熱鬧，同埋個人情，嗰個倫理，嗰個發達啊！而我哋眼白白就睇住香港被摧毀，香港人被逼四散流離，唔係我哋想，好多香港人唔想。你諗下幾悲哀嘅，見到咁多傳媒人過往嘅即係喺香港即係嗰啲嘅領袖啦，即係鬥士，而家又係要一係就坐緊監，一係就係離開嗰個地方。但係問題即係我哋講嘅就係話我哋希望唔好就係話所謂嘅心死。但係問題就係你睇住嘅就係香港而家嗰個情況，就係我哋要唔好再讓美國重蹈香港嘅覆轍。就係認為我哋要所謂嘅民主，就係要認同大多數人投票就 OK， 唔係，因為如果大多數人變成咗佢哋個目的就係要操控呢個社區嘅時候，嗰個就唔係民主。所以我哋要有制度，同埋有基本嗰個信仰嘅精神，而個信仰唔係為咗去消滅呢個文明嗰個社會咯。所以大家真係要認清楚嗰個分別喺邊一度。所以香港仲有好多話題講啊！而家香港呢度好多人就出邊都有啲冇力感，所以之後就想揾張老師嚟繼續同我哋即係大家打下氣、傾下偈、鼓勵下大家都好啊！咁張老師係美國嘅港裔香港人啊，就係喺美國做咗10年嘅移民官啊，又好愛香港，又好愛中國啦。所以唔好講中國，搞錯咗，好愛美國。我從來唔會認我係香港，好愛美國啊！從來唔會講我係中國人。所有好多人話Are you Chinese? I said no. I'm Hong Kong. I'm Hong Kongese. 而且就係話唔係因為即係唔好話咩中國人好多時講一句説話咩，大家都係中國人。No， 我成長喺英國統治下一個殖民地，所以我嘅官籍
原來嘅出生地係香港，所以中國唔係我嘅國家。我唯一嘅國家其實就係美國。我嚟到美國先至成為有一個國家咯。咁所以對我嚟講，唔好話你黃皮膚黑眼珠你就係中國人好，係唔得。雖然我關心嘅亦都係中國，因為中國希望有一日中國人都可以有民主，能夠去建立真正嗰個嘅民主精神喺裏邊。但係好不幸咯，中國人成長於喺中國即係 CCCP 統治底下嘅，都會將佢哋嘅信仰變成咗金錢或者係利益咯，所以係非常之可惜。